老总统侯友在野赶紧审查国防特别条例，若无台湾可能会予美国踢出优先名单。川普放调讲要阻止连接加拿大甲美国的大交通车，除非提供补偿，交出一半所有权。索马利亚升空航空一台飞行机起飞了后过样，甚至遭骗去，加在最后有顺利跳落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到今也未审查。老总统今仔日是搁再强调讲，若是预算一直拢无通过，安尼咱台湾将有可能互美国踢出优先名单，甚至会互国际社会质疑咱守护国家的决心。好有知影就唔通搁拖咯。去年11月就送到立法院的行政院版8年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何在也几下摆组织到今还未复位审查。总统热情就在召开记者会，除了防长、参谋总长，搁去协同三军司令出席，搁一摆向国会发声，预算一直无通过，恐惊会互台湾踢出美国的优先名单，引致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参谋总长文家秋更加证实，特别预算包括强攻战术飞弹量产，甲台湾集团的建立就有关系。我们重点的案项包括了自制的强攻中程反战术导弹飞弹系统，以及会新购各类型战术反弹道飞弹的系统，以及低空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建构从高、中、低层各个层次的有效的拦截火网，能够打造我们台湾之盾。面对中共军事威胁继续扩大，老总统表示，印太区域国家今年拢增加国防预算，包括日本1.8条、韩国1.4条，菲律宾也增加，台湾搁较袂当例外。除了2026年度规划编列8060亿，另外也有8年1.25条的特别条例。对于在野之期是政府无依法编列军营加薪预算，无照顾军营在先，老总统严正声明是错误的连结。齐头式的大幅调升单一的勤务加级的数额，没有办法合理的反映国军各项勤务专业特性，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诱因，吸引官兵至勤务繁重的单位。除了国会伫旧年了后开期，尽速将今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办国防特别条例直接审期春节了后，罗总统也会邀请5院院长林迪监视动员，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罗总统表示，要特别强调什么款的任务，也毋过也希望朝野化误解为理解，化分歧为团结。记者综合报道。回答台湾的总部确定要设置咧北树科 T17、T18基地咯。今仔日台北市府和回答正式签约，上紧6月就会动工。台北市政府和辉达正式完成签约。展出手提地上权契约书的正本，经过台北都是辉达的家。台北市长周万安10日和辉达全球总税务长 Mark Steven Hughes 来签约。辉达的台湾总部正式确定会伫台北北树科 T17、T18基地，权利金是122亿，设定50年，加延长20年的地上权。辉达嘛展现对第一个海外总部的重视，伫起的阶段会开超过18亿。从新建到营运阶段，会有超过1万个工作机会，台北就是辉达的家，所以再一次证明，台北我们有相关的实力，同时也一定在未来成为 AI 科技产业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辉达并上紧6月来动工，辉达执行长吴仁芬6月嘛要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两个人敢要共台做伙动工。周万安表示讲是持续和吴仁芬在联络说明进度，希望会当做伙动工。另外副市长李树川做辉达进驻台北的杀手，嘛伫签约完成了请示，争取国民党新北市长的提名。我还是谢谢这个市长给我这么大的授权，让这个本身的这个投资案能够在北市科
配合回答总部的进驻伫交通运输的配套，台北市政府想要推出北市可无人驾驶的公车，但有可能要到2029年才有法度来运行。交通部表示是面对法规的限制，和基础设施还未完善。包括这个自驾车可能需要这些路侧的感应设施那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这些资讯都还没有普及化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自驾巴士它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的一些判断跟应变的能力。交通局表示讲，商业模式是上困难的部分，业者会出资上亿来开发无人驾驶的技术，面对真大成本的压力，和严重张显无法度模拟台湾真实的路况，说到来爱和中央来建议修法，提出配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消透过年时的人阵，高铁推出自由座等待时间灯号，民众会当依照无同的灯号来掌握排队的状况，调整坐车的时间。过年费用爱赶紧，伫高铁的月台，常常当看到自由座的人客排甲落长，无人到底有偌济，爱排偌久？今年免阁紧张学袂药。春节连假疏运期间，高铁推出了自由座等候的灯号预估功能，以20分钟为一级，共分为了5级，还有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的灯号提醒。高铁过年的营运总共11天加395班次，拢总有2162班次载客服务。到拜三早起8点。对互租定位的人有121万外人，自由座的部分，旅客会当用过高铁官网 App， 还是 LINE Today 生活频道，事先掌握各站排队的状况。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人流的状况，对啊。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所以直接看会比较方便一点。我都是常常会到站的时候才赶快要冲进去买票。高铁讲，这套系统是运用将近20年的大数据，结合 AI 预测的模型，提供各站自由座有效的等候时间，可以看即时的状况，随时调整灯号的设置，会当让旅客快速判断人多也少。一个绿灯的话，那表示说自由座候车的时间呢会在20分钟以内；那2个黄灯的话，时间会落在20到40分钟；那以此类推，5个红灯的话，那自由座等候时间会在80分钟以上。照高铁有果。人上侪时段是伫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落南的车次，甲休假日上北的车次，初2到初4嘛拢有双向旅游的人阵。高铁呼吁旅客爱利用灯号的资讯，闪开人多的时段，互回乡甲旅游的行程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国际新闻头起先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这个连接美国甲加拿大的校外国际大桥，这是开47亿美金来打造的。原底是按算今年要通车，不过即马美国总统川普讲袂使，为虾米呢？因为川普讲为施工的材料到控制权到过路费等等这好康的，加拿大是规碗拢总放弃，所以加拿大迄边就要提供美国补偿，爱互美国一半的所有权，若无就是咧甲美国偏。遐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伊就讲话啊，伊强调讲，苏当时是美国迄边无爱出钱，所以才会全部拢交互加拿大来负责。遐所有权的部分，本地就是这墨西哥州甲加拿大一人一半。而且时间的过程，无论是材料也是工人，这两国拢有斗出，一直拢是合作的关系。讲来讲去，凡说这川普主要就是要针对这加拿大甲中国加强经济合作这件代志来施加压力，甚至伊阁一改警告加拿大讲，甲中国做生意，恐惊会去互拆在落北。连接美国密西根州伫德律市甲加拿大安大略省开47亿美金所起的河岸国际大桥，使用已经过身的加拿大 NHL 职业冰球团结选手河岸来护名。伫奥巴马总统任内批准，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动工，今年即要完工咯。因为川普找到伫真实社群发文，威胁阻止这座大桥来通车，除非美国为付出的一切得到充分的补偿。此外，指控加拿大拥有大桥两边所有权，主张美国至少应该拥有一半。双方会随来展开谈判。Why
has the president changed his mind as it relates to this bridge? Canada will control what crosses the Gordie Howe Bridge and owns the land on both sides is unacceptable to the president. It's also unacceptable that more of this bridge isn't being built with more American-made materials. 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7日讲，伊甲川普进行一摆正面的谈话，并且提醒川普，因为美国固执付钱，起桥的费用受加拿大负担的，了这个又收回来行这个成本。同时，甲美国共同享有这座桥的所有权，时间决定使用美国甲加拿大两国建材甲工人是两国合作上好的典范。伊认为讲，情况会来顺利解决。川普即摆搁再甲加拿大对立，伊的目标是指向更加广泛的贸易问题。伊指控加拿大甲中国扩大贸易往来，会造成加拿大和中国拢吞食了了。另外，伊个无证无据来讲，中国会禁止加拿大所有的冰球比赛，和国家冰球联盟 NHL 最高荣誉史丹利杯永久来消息。第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美加女子冰球之前，因为细菌的政治因素，受到更加多注意。Matter of Canada versus the U.S. They play all the time, and hopefully Canada wins. Leave the politics out of it for a change. Due to the political climate, there's a lot riding on it. I think most of the world is cheering with Canada for this one. 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资料，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伊是捌甲牵涉性犯罪案的好野人艾普斯坦做伙接斗。也伊本人嘛已经承认啊，不过这下面进前讲的，甲艾普斯坦早就切互你的讲法是完全无共款。美国的司法部伫1月底公布300万页的文件，18万张图含2000段影片，含性犯罪好野人艾普斯坦有关系的档案含资料。内面有 email 显示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敢若捌造访艾普斯坦私人的倒事，而且做伙食中昼顿。这含卢特尼克进前讲，伊含艾普斯坦已经断绝关系，真侪党的讲法完全无同。对这美国两党的议员拢大骂，叫伊较紧落台。伫7月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卢特尼克虽然讲承认有颠倒。不过，伊嘛补充讲，伊只是坐船经过迄个附近，而且迄个当阵伊的厝内人拢在场。I did have lunch with him as I was on a boat going across on a family vacation. My wife was with me, as were my 4 children and nannies. That is true. For an hour, and we left with all of my children, with my nannies and my wife all together. Secretary Lutnick remains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of President Trump's team, and the president fully supports the secretary. 利维特讲，川普是全力支持卢特尼克，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公布的文件内面显示讲，政府州长州海沙部警察局长瑞特伫2019年10月，甲联邦调查局讲，伊捌伫2006年7月接到川普的电话，川普伫电话内面讲，大家拢知影伊伫咧做这种代志。这含艾普斯坦伫2019年轰抓了后，川普洪问到的时阵讲，伊啥物拢毋知的讲法完全无同。对这美国的司法部是声明讲，目前无法度证实瑞特这段记忆的真实性。另外，已经上任19个月英国首相史凯尔，嘛因为伊任命的驻美大使曼德森和艾普斯坦的关系真密，而且互调查出艾普斯坦伫2003年到2004年3摆汇款拢总$75,000，差不多代票236万，到和曼德森有关系银行口座内面引发内线交易的质疑，嘛有史凯尔面对落大的危机。Obviously, in this case, he's let us down with his judgment in appointing Peter Mandelson as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 don't think he should. He should hold his ground because he hasn't done anything wrong. 对接受汇款，曼德森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阵讲，伊对这几条汇款是完全无印象。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佮包括艾普斯坦捌伫2009年曼德森做商务大臣这重要职位的时阵，汇款1万英镑，差不多代票43万，互曼德森的判例。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原来看索马利亚升空航空是有一台飞行机起飞了后就故障，机长是决定要随甲歇落来，不过飞行机早就已经走偏去啊。加在最后是有顺利歇落来，机顶55个人嘛拢平安。小型客机点点啊，泊伫海沙堡。我过去看，飞行机的头已经毁损，这边的机室登去，机舱门国技术伫逃生的时阵受到真大力的破坏变形。这架飞行机是荷兰制造的福克50型客机，属索马利亚航空公司升空航空的飞行机。本地7日是伫摩加迪休亚丁阿德国际机场出发，要飞去北部的城市加尔卡约，所伫飞起来15分钟后，发生各种紧急降落。Today, one of our fleet.Fokker 50, tail number Yankee Alpha Sierra, experienced
a technical issue a few minutes after takeoff. The crew managed it professionally and communicated the tower. 不过，飞行机伫试降落的时阵，煞偏离跑道，落尾是冲出天机坪，停伫附近海岸线的海沙堡顶悬。受到来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索马利亚援助团只紧急救援人员开始救援，机顶50个乘客和5个机组员拢顺利逃生。The tower granted priority landing. They landed runway 23. The aircraft overran on the runway and come to the pitch. No injury, no death. 星空航空是学到机长的反应真冷静够紧，互机顶所有的人员拢会当安全逃生。外国媒体 BBC 嘛报道，索马利亚的交通部长接到消息嘛赶到现场，目前已经对这个飞安意外开始调查，要确认造成紧急迫降的技术故障原因。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乌克兰的雪橇选手赫拉斯科维奇伊拍算要伫咧冬季奥运伫这有战争受害者头上的头盔上场比赛，不过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比赛现场是禁止政治表态。也国际奥会是表示讲，会当掠外，互伊来挂黑色的臂章纪念受害者。乌克兰赛车选手赫拉斯科维奇对国际奥会规定是哪来哪上去，也甲批评的声音放大。伊表示要伫12比赛时，伫这顶因有俄乌战争受害者头上的头盔上场。国际奥会表示，这个行为违反禁止利用赛场政治表态的规定。I believe they deserve to be here today with me, and also they deserve to be with me in a competition day. So you will try to wear the helmet again, correct? Yeah. If I see betrays this athlete, I will not betray them. 赫拉斯科维奇这头盔顶的这个人物，拢是伫2022俄乌战争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正前乌克兰赛车选手舒马哈嘛伫手笼顶钉出纪念毋是违规的字，并以第20名完赛。亲像咧挑战国际奥会相关禁令，赫拉斯科维奇的头盔事件消息传开了后，国际奥会维持禁令，毋过破例，互伊伫比赛期间派黑色的手章。What did you make of the suggestion you should wear a black armb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AFC don't have so much black bands to honor all the athletes who was fallen in this war. 乌克兰代表队已经就头盔禁令提出申诉，赫拉斯科维奇的举动得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泽伦斯基阁批评国际奥会反背这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虽然规定是伫比赛当中禁止任何政治性的动作，不过选手会当伫记者会也是社群媒体顶头发表个人的见解。国际奥会表示会当理解赫拉斯科维奇的愿望，而且伊嘛已经伫练习的时，阁有社群媒体顶头安尼做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洪都拉斯敢会甲台湾恢复邦交引起关注。因的洪副总统是表示讲，现阶段爱先来检讨甲中国签的协议，因为外交部是强调会继续推动甲洪都拉斯的发展。有学者就认为讲，美国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1月底正式就职，因为竞选时要发出要甲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受到注意。今麦洪国新任副总统梅西亚表态恢复台洪外交关系，也是一步一步推动的过程。技术团队当咧审视顶一任政府甲中国签署的16项协议，希望协助总统阿斯夫拉做出最后决定。将秉持一贯开放、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态度，在总和外交及荣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学者严金星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敢是会照着关税，非法移民等议题来施压中国，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甲台湾建立恢复外交关系，会是关键。除了中国，也会当观察同款已经甲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未来动向。其实，未少国家经着中国压力，有望继续拓展甲台湾的关系。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表示总统会述前，去年5日空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展现双方邦谊，而且几摆伫国际上展现友台立场。也毋过，即麦美国国务院点名北朝参议长包豪康收乌西钱，替中国政府企业甲犯罪集团宣传，对美国伫北朝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就包豪康第一制裁名单被当入境美国。商人在这些国家合法经营，然后呢发生了一些
冲突矛盾的时候，北京会要求说，我们需要跟你讨论这些，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建交，我觉得是有可能。下届真会先有逼流马绍尔群岛顶台湾友邦，为伫第二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成做最近几年美中竞争友外焦点。爱说离中国先透过民间弹出善意，佮慢慢冲击友邦甲台湾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人拢是看电视、看手机较济，毋过伫咧法国巴黎有一个犯人，伊今年已经74岁啊，毋过也是逐工去街仔路卖报纸。法国政府就决定要颁发勋章，感谢伊的付出。即摆报纸豆豆替时行，毋过伊毋捌消息过，伊就是法国巴黎上尾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今年伊74岁，无固定的单，是伫咧街仔路还是餐厅四界发卖，吸引过路人的注意。阿克巴伫巴基斯坦一个散车家庭出世，伫1973年来到法国，以卖报纸来趁食，到今已经卖几世人啊，甚至用卖报纸的收入饲一口罩。对足侪巴黎民众来讲，阿克巴贩卖口号，还佫有伊特殊笑亏的感觉，已经是在地文化无法度欠缺的一部分。所以法国政府决定颁发法国国家公职勋章予伊，表扬伊过去53年来服务大众的精神。Voix chaleureuse qui chaque jour depuis plus de 50 ans tonne sur les terrasses de Saint-Germain. Se ferait un chemin entre les tables de restaurants. 请囡仔送报纸，也是伫路里发卖，拢捌是新闻媒体买卖方式。毋过即马电视、电子媒体同时行，实体报纸已经罕得看。足侪媒体认为，阿克巴可能是全法国，甚至是全欧洲最后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讲，伫咧报纸真严的时期，伊一工大概会当卖200份，上关纪录甚至会当卖1000多份。毋过即马业绩早就已经卖笔迹啦。Là, j'en vends pas beaucoup de journaux, je vends une vingtaine de mondes en 8 heures. Hein. Il faut au moins 8 heures pour vendre 20 mondes. C'est ça aujourd'hui parce que c'est à cause du numérique. Comme tout est digital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achètent très peu les journaux. 虽然即马已经老啊，毋过阿克巴讲，伊要是要卖到伊过身为止，对伊来讲重要的已经毋是收入，是用家己的力量，会当互在地民众欢喜笑，搁有少年的记忆。公司新闻又派准编译。废弃的蚵仔壳若是无弹掉，会变做啥？法国有一间公司把蚵仔壳重新处理过，用来打造灰仔或者是铺路的材料，毋但减少粪扫，嘛推动永续发展。摕细枝刀将蚵仔乌菜食，这是法国人伫个过节时，厝人一定会传的好料的。每一个人一当平均消费大约24粒蚵仔。毋过过节了后，剩一大堆的蚵仔壳，敢若当当作粪扫掩埋，也是烧掉处理，所产生的废物粒啊，含二氧化碳的数量嘛，侪介惊人。外国媒体法兰西艺术报道，法国每年生产15万吨的蚵仔内面，有95派蚵仔壳拢互人提弹掉。敢若对蚵仔养殖场到卖互客户进前，就爱先经过一轮的筛选，其中10派蚵仔最后会因为品质无好，互人淘汰。敢若这个空壳就已经断干那山。We're going to tap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When the sound is clear, as if you were tapping two stones, it's alive. If it sounds hollow, you can see that this one is a bit broken. We'll throw it away. 即卖有一间新创企业甲蚵仔养殖业者合作，回收这个废弃的蚵仔壳。因会将空壳先运送到离养殖场大约1点钟车路的工厂，采用中国的设备将蚵仔壳洗清气，研磨出粉了后，再搁重新加工做成灰仔。将蚵仔壳做成灰仔的灵感来自蚵仔壳内层，亲像珍珠同款的色水。新创企业请陶艺师将磨成粉的蚵仔壳染染涂，用手工做出真有海洋特色的碗盘，受到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爱用家赞赏。This is one of our oyster-shaped dishes. It's a hit with chefs. As we developed our porcelain, we started running all sorts of tests. We discovered that oyster shells had so many qualities and properties that had been ignored. 另外，蚵仔壳阁有会倒水的特性。法国城市莫莱夫里耶就利用蚵仔壳车阿门涂来铺设道路，也是停车场，予雨水会当较紧渗入去地下，达到节能减碳、都市降温、海绵城市减少积水等永续的目标，符合永续发展的 ESG 精神。You're walking on pavement made with oysters.
30% oyster shells. It goes right through it and then disappears into the ground and into the aquifer. This is what happens on the asphalt. It runs off. 唔能让蚵仔壳铺设路面，对城市减少排碳嘛有利。唔过比起用淡仔架铺设路面，成本是淡仔架的3倍，和蚵仔壳伫道路的运用也无法度普遍。去年这间新创企业回收的蚵仔壳达到4000吨，未来几档企业打算继续增加回收量，达到4万吨。只是目前企业合作回收的蚵仔壳来自蚵仔养殖业者，一般家庭单条的蚵仔壳也是歹统一回收。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